后来乡亲啊，佛光山的开山总长星云大师化世圆满，台中的会中是为初八开始到12号开放，予民众到3楼的大殿用献灯的方式来悼念星云大师。因为这个灯代表智慧光明，代表星云大师的智慧，一直带领众人走向光明大道。一人一灯为佛光山开山总长星云大师献灯。星云大师伫初5圆寂，享基寿97岁。会中市为初八开始到12，开放民众以献灯的方式缅怀星云大师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